现场的接待人员举手一下，现场的接待人员，现场的引导座位人员。我们铁三角同工都往前坐，哈利要往前坐，来，同工要往前坐。哈利，你来坐这边。平常乐团你也坐这边，现在也坐这边。你的小组员，对，小组可以尽量坐在一起哈。等一下感恩贡献的时候，大家组长率领你的组员一起出来。礼拜即将开始，各位兄姐请准备心。我们在会堂里面，我们不饮食吃东西，有需要的请到外面去。我们的手机请开成震动或关机，感谢。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看到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了，走向神的圣殿，如同以色列百姓呢往上走向耶路撒冷一样，就是要来朝见神。阿们，阿们。所以呢，在今天是我们1年1度的感恩节，所以在1年当中呢，神给我们种种的丰盛，种种的供应。我们在这一天，我们要表达神给我们所有的带领，所以呢，今天也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献上感恩祭，好吗？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这一位伟大的真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同举起我们的双手，让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是。主耶稣他说：“凡叩门的，他必要为你开门；寻求的，他也必让我们能够寻见。”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圣灵，这个时候你运行在这当中，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你却真真实实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左边，在我们的右边，在我们的上头，在任何一个地方。主啊，因为你看见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是如此的美好，你喜悦我们的敬拜，我们要大大的张口，就大大的得着，大大的充满。感谢主，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神赐给我们的口，为的是什么呢？赞美神。神赐给我们手跟脚，为的是什么呢？跳舞赞美神。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我们要大大唱歌跳舞赞美神。我们要大大唱歌跳舞赞美神。让我们在今天感恩节当中，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赞美祭给我们的神。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的权利和奇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我们来告诉你旁边的人，跟他说，邀请你跟我一起用舞蹈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的权利和奇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再拍手。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哈利路亚！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歌声都因主耶稣，歌声都因主耶稣，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歌声都因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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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高举双手来拍手。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诉说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哦，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羔羊已经在我们这地，阿们吗？阿们！我们再一次掌声鼓荣耀给神，哈利
跳舞真的超好看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火热在敬拜神的人 ，Amen 吗 ？Amen。就让我们再次用这一首新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要大声宣告我们是得胜的 ，Amen。哈利路亚。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音，心情跟随与主活出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
是绝对够我们用的 Amen， 并且上帝的应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你的赞美非常的美，你的赞美非常的美。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张开我们的双手，哈利路亚。主是我们的牧者 Amen， 就让我们今天我们全然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圣灵已经运行在我们当中，并且还要来恩膏我们，所以我们就敞开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双手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是我的牧者，为你所需，在每个季节你爱引领，你是供应者的神君王，你是我力量泉源，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有你的同在，我不怕遭害，恩惠与慈爱跟随着我，从今天直到永远。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我们高举双手，一起来敬拜。
在敬拜当中，牧师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在我们当中在敬拜的人，你们都成了那个敬拜的天使。阿门。我看见到在你们的身旁充满了那个像雨滴那样的光，那样的光线在我们的当中。神说他聆听了我们的赞美，是如此的美妙，如同在天上。神说我们已经到了天上的敬拜了，因此神他说他要特别赐下医治在我们当中。如果在你的身体灵魂体上面有各样的问题，你自己在你的心里面确信说 Yes 阿们，主啊你已经医治我了。神今天要赐下特别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分，因为神真是恩宠我们，他看我们为独一宝贵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感恩节里边，等一下在后面呢我们会有感恩节的感恩的奉献。等一下你看到周报这里有这一张的感恩奉献袋，把你这一年倾注你所有的心思意念，说主啊，我也许在这一年当中我所表达的还不足够，然而今天主请你悦纳我对你的感恩。等一下你就可以来预备。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首先赞美神，第二个我们要来为我们所有的我们为每一个人都能够懂得感恩，有这个感恩的态度认知来代求。谁要感恩？做父母的要感恩，谁要感恩？做儿女的要感恩，有工作的要感恩，有学业可读的要感恩，有教会可来的要感恩，有小组长爱护的要感恩。阿们阿们，一群幸福的人都在这里，所以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献上感恩，好吗？好，两个人来，一个找一个，两个人，会的带不会的，透过 RPG 我们再一次宣告神的大能，那感恩的能力要运行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今天感恩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前面写4个大大的字感恩节，然后呢大声来念福杯满溢。阿们。你有没有领受这福杯满溢在你的生活当中？阿们。阿们，就这样。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福杯满溢，神要量给你新的产业，量给你新的关系。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的季节了。神说他要把那喜乐的灵、平安的灵、智慧的灵都要放在你的身上，因为神早已装置在你的身上。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归给我们的耶稣。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看着天，看着耶稣，看着天，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在地如在天。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攻读圣经。今天的经节记载在诗篇119篇1到2节，以及104到105节。诗篇119篇1到2节，以及104到105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行为正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有福了。遵行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有福了。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因此我恨恶一切虚假的行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愿上帝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成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请本堂周信荣牧师来证道。今天他的讲题是论基督徒的自由，唯独圣经。我们请周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恩节平安，阿们。这是充满感恩的日子，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赞美神。请我们提起我们的右手来，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啊，活出美好。阿们，阿们。感谢主哈。我们也特别来谢谢我们布置的团队，也谢谢我们插花的团队。今天插花的团队在牧师的领受是不止福杯满溢，在福杯满溢之前要怎么样？满载而归，对吗？对不对？满载而归以后可以福杯满溢，阿们。是不是这样，豆豆？豆豆是吗？是满载而归吗？是哈，哇，感谢主哈，同感一灵，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这样，透过圣灵的引导，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看见神的感动、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主，透过今天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讨论基督徒的自由。这是马丁路德所写的，他重要的一个观点，告诉我们，在因信称义之前，应该要明白，我们唯有基督上帝的真理，才是我们的根本，也是我们一切的来源。所以，唯独圣经这个议题，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们是要非常清楚的认知，并且要好好享受神的话语的。我相信跟着我们教会的 temple 走的弟兄姐妹同工，一定可以享受在这其中。今天是感恩节，
所以牧师要告诉各位，等一下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时间，让大家来说，过去1年你最感恩的事是哪一件事情？好，因为如果现在要分享，大家就会吓一跳，对不对？但是当牧师讲到最后的时候，会留2分钟给大家，你要来用1分钟讲你今年你最感恩的是哪一件事情？1分钟哦，所以不是乐等哦，不是的哈。大家想一下，回想这1年，神如何的带领，哪一件事情是最美好的，最能够经历神同在的，最能够数算神恩典的，好不好？等一下可以分享吗？阿们。哇，太棒了哈！我们感谢主。好，牧师要继续带着大家走德国哈，这是过去我们所走过的哈。那今天我们要来到这个莱比锡这是我们第7天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有去到圣托马斯教堂，等一下会介绍。好，然后我们来到埃尔福特的地方，就是奥古斯丁的修道院。不止这样，我们在那里也去到圣玛丽教堂。好，然后我们在走到第8天的时候，来到艾森纳赫这个非常重要。在马丁路德他成人以后，他居住的地方都大概在这里哈所以我们等一下牧师会透过图片跟我们一起来看。然后在那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堡叫瓦特堡那为什么很重要呢？等一下也告诉各位。然后在那里我们也看见路德他所居住的地方，以及我们也到了巴哈居住的地方。两个巴哈比较年轻，100岁了但是我们都有去到那里，因为他是我们称为是音乐之父嘛那我们也看见他在信仰上有很美的一个见证。他的作曲都是为了荣耀神，而且神给他的一个位置，他忠心的职守，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所以我们去到那里，其实那个点也是古典音乐的朝圣之地所以很多人都很乐意去到那里到巴哈的纪念馆到这个圣托马斯教堂这个是很棒的OK， 好，说到圣托马斯教堂，其实这是天主教翻译的用这样的圣托马斯其实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的多马是多马教堂，知道吗这是多马教堂。好，那天呢我们是傍晚才到但是我们看那间教堂非常的漂亮，因为路德他在1539年的五旬节的时候，有在这间教堂来讲道，很特别然后巴哈呢，他在这间教堂服侍23年他跟我们的玉秀一样是什么？玉秀在教会担任什么重要的？有没有圣歌队指挥所以你不晓得我们的圣歌队指挥是玉秀吗？那表示你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联合诗班礼拜6可以来7点半晚上7点半 OK 巴哈在这里服侍23年，然后他所有的作品大部分都在这23年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所写出来的真的是很棒所以我们也刚好有机会，其实那是没有被参观的地方，但是刚好他们聚会完，所以我跟潘牧师到那里就问守门的他们的同工说：“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吗？”年轻人可能看我们很正派就欢迎我们进去那里在讲台的旁边巴哈的坟墓也就放在那里这是天主教他们的习惯所以感谢主，我们去到那里可以看到神所使用的仆人。然后呢，我们就到奥古斯丁的修道院。奥古斯丁的修道院，记得牧师有说，马丁路德他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次要回学校，然后遇到闪电，有没有？差一点被雷电打死，
所以在最危急的时候，他说：“圣安啊，求你救我！如果让我可以平安过，我愿意去当一位修士，有没有？”那2个礼拜后，他就来到奥古斯丁修道院。好，那跟他的朋友来，结果他的朋友呢都离开了。好，只有他，因为他们这里有一个规定，就在左边这个图哈。如果你要到修道院当修士的话，你就可以上楼梯到上面去报道。好，那他会检测你1年的时间，看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很愿意在这里来修道啊。若不行的话，1年后他就会叫你回家。好啊，你知道我们有走上去吗？有没有？有，我就被关在那里了。所以我们都走到楼梯的一半而已哈，就回来了。感谢主，好回来哈。哎，那不然的话，我们2个就不能一起睡觉了哈。神父嘛哈，神父现在还是守独身了哈。我在国祷会国家祈祷早餐会，我同桌的旁边就有神父，我跟他们聊因为我在读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些传记的时候，就更知道天主教的情况。他告诉我，其实在马丁路德那个阶段是天主教最黑暗的时期。好，我们都知道赎罪券的贩售真的是很违背真理哈。那当然，这是马丁路德最主要，他要提醒天主教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哈。这就是奥古斯丁的教堂，我们也来到这个礼拜堂。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说，路德常坐在会众，然后就凝视的彩绘玻璃。那彩绘玻璃都有很多的这些的画像，好，那就不断的注视这一些过去他们称为圣人的，他自觉的他的罪孽真的很深重。过去从年少的时候就犯了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他也知道上帝知道，他觉得他罪不可赦，所以他不断的懊悔，能够求上帝怜悯，但是他总觉得那个重担没有办法释放，总觉得还是被罪恶所辖制的就是他在修道院的时候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那一段时间对他来讲，真的没有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因为他觉得他还是背负着这些的重担然而当他慢慢的去体会圣经所告诉我们从旧约就已经应许的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他才知道说只要我相信就可以得着。阿们。我相信上帝就算我为义人，不是我做了多大多苦的事多伟大的事才能够被称为义他在那里就很深的体会到然后我们在那里以后，我们来到了圣玛利亚的主教座堂。什么叫主教座堂呢？就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区他们教区里面会选出一位主教来，但是这个主教不是说他原来在哪一间教堂就称那个教堂为主教教堂，不是，他被设立为主教以后，他就要搬到这个教区里面，他们都给主教住跟服侍的地方的那个教堂。所以可以说这个教区最古老的、最有历史的、最宏伟的建筑物的教堂，他们就会定它为主教教堂。比如说高雄的主教教堂是哪里？知道吗？就是高雄前镇五福路那里爱河旁边那个玫瑰堂，就是高雄的主教教堂。台北这里是哪里？你们知道吗？台北这里是哪里？我们都以为是那个辛亥路跟罗斯福路的那个，对不对？跟新文教院，对不对？其实不是，是在新生南路比较后面的那个教堂，我忘了那个名字对，圣家堂。
对，是主教教堂哈。对，我们可以更明确的去了解了哈。然后路德他在奥古斯丁的修道院6年以后，他就来到这个圣玛利亚主教座堂，在这里服侍，然后在这里被按立为神父，好，就被按立为神父。那我们知道，后来他读了神学博士以后，他就到大学去任教啊，就是他就还俗了，他就可以结婚哈。这是他的生命的一个历程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教堂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宏伟哈。那当他在1517年10月31号，在教堂的大门贴上95条的论纲以后，好，他原本是很清楚的哦，哈，他不是要做这种事情，然后但是他面临了一个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朋友就把他隐藏在这个叫做瓦特堡的地方。刚才在路线上你们有看到，对不对？好。他逃亡在这里隐姓埋名哦，10个月，但是他在这里有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等一下牧师也会告诉你们。好，然后他就在这里，现在讲也可以哈，这是他的书房，他用10个礼拜把新约的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德文，哇，厉害哈！10个月哦。10个月就把希腊文翻译成德文，它一翻译成德文的话，印刷术又刚好很畅行，就很快的，新约就可以让所有的德国人他们都可以读了。哇，这个是整个在天主教转为新教当中非常重要关键的一件事情哈。OK。好，那这是瓦特堡他们比较楼上的一个演艺厅，现在这个演艺厅还在使用，很多世界有名的交响乐团，他们都会在这里演出哈，或者是演唱。OK， 好，那我们来到艾森纳赫来到巴哈的家，黄色的就是巴哈他住的哈，左边的就是他的博物馆啊，所以黄色的是巴哈的家，左边是博物馆，然后在博物馆旁边有立的他一个雕像，这是很多喜好古典乐的或者音乐家，他们都会来这里朝圣哈。OK， 那我们也来到路德之家路德之家，这是路德他14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为了帮助他在学习上有更好的环境，所以就把路德送到艾森纳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他的母亲的家乡，好，然后很特别哦，他14岁来这里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家主就慧眼识英雄，就把这个家送给他住呢，他成长的过程到成年以后，他都住在这里，好，他都住在这里哦，所以这是被称为路德街8号。就是他在这个求学的时候到大学进入大学之前以及之后都住在这里哈，这是很特别。我们有去那里现在都成为一个博物馆。然后他住在那里，旁边就有一所的教堂，叫做圣乔治教堂圣乔治教堂是马丁路德14岁来到这个地方以后，他就到这个教堂来礼拜。并且他参加圣歌队也自己组一个小块小诗班在赞美神他在音乐上神给他特别的恩膏，所以他很喜悦的在这里来服侍神然后宗教改革以后，1523年就席卷整个这个城市让这个城市不管在宗教政治上有极大的调整跟改变跟祝福。这是从马丁路德他改教的时候所带出，对他第2个家乡带出一个极大的祝福在这里OK， 好，那你知道我们下午快5点就走到那里所以我们看神所使用的，我们称他为伟人，他所走过的都必留下痕迹，对不对？牧师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在永光教会待下的时间所留下的痕迹是祝福的，阿们。
是有神同在的，而且你跟牧者们，我们一起在创造永光的历史。阿们。而且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意象，大家同心合一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满溢出来。我们不但可以满载而归，并且能够怎么样？福杯满溢。阿们。并且这满溢出来的都会流到你的家，让你的家也福杯满溢。阿们。让你的邻舍都经历到那你福杯满溢所给他们的，看见神的祝福就在凡信靠他的人、持守圣经真理的人的身上。阿们。哇，这是一件非常棒的。牧师走过这些，就数算神的恩典，也在数算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好，所以我们感谢主。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今天牧师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看马丁路德他在威登堡在1517年10月31号宗教改革日那一天，他贴上这个的时候其实他在自己的日记里面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神带领我做了这件事，这并非我的本意他很清楚他不是要改教，不是，他是要用学术来彼此的辩论来做一个提醒。但是他没想到，这样神就使用他，在他来看是一个小的动作，却是成为神的一个动作。既是神出手，那个动作就撼动星球了，是不是？这是我们所看见一件真正的事情所以真正的改教其实是在哪里？他在教义上更深的认识神，然后写出后来成为我们新教基督教很重要的教义。其实是在1518年海德堡的辩论跟1519年在莱比锡的大辩论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以后，开始撰写这一些神给他的感动牧师第一次讲，他有写3本书，有没有？都在1520年写成的，有没有？而且他在那时候还写了很多的这些的小册子这些的小册子都被印成德文的小册，所以在欧洲受欢迎，反而呢就激起了教皇的一个愤怒这个教皇就下诏书，要马丁路德60天内要悔改，要承认他的错误，要承认说他错了，不是这样，要照原来天主教的这一切的律例来做才对，信仰来行才对。哇，那你知道吗？当马丁路德看了这些诏书的时候，他就把它撕掉，哇，这个极大的动作那1521年的时候，教皇利奥14就催促德国的皇帝就是查理5世，他要召开一个沃姆斯的会议。你看，教皇不是管宗教的吗？德皇是管政治的，对不对？竟然他们要开一个宗教跟政治的首领的会议，这是过去没有的。以前有开所谓的教廷的会议，是这些的主教，各地的主教，欧洲的主教集合来，那马丁路德会参与在这其中。但是这次呢，不止这一些的主教来连各地的诸侯都要一起参与。所以你就看教皇他居心叵测他不止在宗教要打压他，也要用政治的力量要叫他闭口。哇我这个会议你想说只是1天吗？不，牧师看那个时间来，好像举行了4个月呢，4个月一直在讨论争辩为什么马丁路德可以有这么能力？因为第一，他是神所喜悦高抹的，他是神学博士，他的学识是可以站立得稳的，并且因为他的有这样的饱足的饱学多金嘛，对不对？博学多稳对啦，我讲台语好不好？伊学识足赞的啦对，哇，所以呢，他就有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知识分子，
都是神学家，所以很多朋友会支持他，但是都不敢很明目张胆的。也有一些的诸侯其实也知道他点出了现在的天主教的诟病来，好，所以也是暗地的在支持他。好，所以你看哦，他在这个沃木斯会议啊，有一天他就是这样来说，最后的时候他用这样来说，除非以圣经中的证据或无可辩驳的真理使我折服，或者我所引用的圣经约束，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所俘虏着，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一句话，因为违背良心既不安全也不正确。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保护我，阿们。哇，他是一个怎么样？很耿直的人，对不对？而且他坚持，这是真理，就是真理。如果你可以，我是引用圣经的真理。如果你用圣经可以打趴我的话，我就折服；不然的话，我依然以圣经神的话为真理，站立的稳。哇，真的不简单哈！那他这样讲完以后，那个会议散去，他的朋友啊，就假借说他被绑架，然后把他掳走，藏在瓦特堡里面。好啊，刚才我们有看到瓦特堡，对不对？然后过14天，德国的皇帝就宣布路德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异议的分子，他是一个异端，他是不听话的，他是背骨的人，哇！所以要捉拿他，也禁止他所有的这些刊物的发行，哇！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要站在真理上说话的人不容易啊，对不对？好，我们都知道，众人以为对的都一定对吗？不一定啊。众人以为对的是可能众人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在真理上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要用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检测，把是非看得清楚。这是基督徒我们会面对的，并且我要说，在这个世代，包括世界，包括国家所定的一些的法律，可能会违背我们的真理，我们会受挑战。在那个时刻，我们是要以人的道理为主，还是要用神的真理为主？那是在考验我们。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好，在立法院上有一些的议题，现在有很多的教会的牧者在关心，真的会跟我们连我们的道德都说不过去的，但是他们在定一些法律，会冲击的我们的信仰，跟我们一个基本人的一个立场，是一个道德该有的、伦理该有的，现在都会被渐渐的受到挑战。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知道，真的用圣经的真理，我们才能够分辨是非出来好，所以我们看为什么马丁路德会坚持这一些呢？他有提出一个想法，他的说法是教皇跟法规都有前后的矛盾，到底我要遵守哪一个？后来还会不会再变？最后他会觉得说，还是回归到真理才是永不更改的。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想法会按着时间来做一些的改变，对不对？那你看，过去的是错了吗？现在的就对吗？那如果过去的是有错，现在执着的，可能将来也会把它推翻掉。很确实啊，因为这个世界的改变，这一些的东西，如果掌握在少数的人，他的心居心叵测，他的心是歪一边的话，那你说他定出来的会是什么？让真理可以行遍天下吗？
他们不一定是真理哦。所以这是我们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哈。所以马丁路德他就这样说：只有一件事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义与自由所不能少的，这一件事就是神的圣道，就是基督的福音，也就是圣经。他说，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也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中所说出一切的话，这是我们确定的。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圣经是我们人生命之道哦。所以我相信我拥有，你有没有？你有的话，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生命之道，我相信我拥有。阿们。是的，这是必要的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今天给我们的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来。哇，太快了，等一下，不是这个哈。他跳走了。好，来，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1至2节。对，诗人告诉我们，他说：为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神的祝福？什么样的人可以拥有神的福分？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那这个律法的意思是什么？牧师有把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Torah 那我们有时候会翻译成妥拉妥拉。律法的意思就是神所颁布的律法法规，或者是说神的训言、上帝的教导这一些。而且在旧约里面，它是特别指的是什么？是十诫或是摩西五经的意思哈。那我们就知道，既是这样，那律法或者是说神的训言，当然都是出于神的，对不对？那既是出于神的，是永不改变的咯。而且出于神的，他有提醒我们，就是什么？他有求于我们的，就是我们当顺服了。好，所以我们说，顺服就蒙福，有没有？这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当我们顺服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行遍天下。也许别人看我们好像奇奇怪怪，但我们行得正，说得有理，那就对了。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在神话语里面哦。所以路德家就这样说这样我们就要认清和确定，灵魂缺少别的都不要紧，但少不了神的道。没有神的道，灵魂就无处求助呢。他说，但如果灵魂有了神的道，他就是富足的，他就不缺少什么，因为这道就是生命之道，就是真理、光明、平安、公义、拯救、喜乐、自由，并且是智慧、能力、恩典、荣耀，以及我们所想象不到诸般的好处的道。阿们。所以你拥有神的道，我们就敢宣告说，我就拥有一切，不是吗？对，耶稣也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对，他既是阐明了这一事，就让我们明白。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什么？说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是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会注重圣经神的话语，遵行他的道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在这里。所以教会我们在推导读，有没有在推这个我们要按着我们的步骤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生活不能没有圣经，你呢？阿们吗？我们一起来说好，来，我的生活不能没有圣经。是的，我的生活里面不能没有圣经。我有好多圣经，对不对？对，因为我读了，记录了，新的我又有新的记录。
每一个阶段，我都可以看见，我透过神的话语怎么样得着亮光，怎么样得着帮助，这是我真正看见的。所以我们看马丁路德，他面对当时教皇的腐败，他提出了良心的忠告，但是他也面对了身败名裂啊、生命的威胁这一些哦。然后感谢主哦，他选择站在真理之上，他发现的真理没有把它隐藏起来。如果他把它隐藏起来，可能我们没有新教，没有天主教，可能现在我们还在买赎罪券呢。新教就是基督教嘛，对，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他面对的是不可能的任务，然而他清楚知道，他这样的一个回应说，基督奉差遣降世，不是有别的职务了，单的是为道的职务而已。因此他提醒我们，凡属灵的各种的职分，门招受旨的，为的也只是要执行道的职务。阿们。所以我们应该拥有神的道，执行神的道，然后呢，发挥神的道，宣扬神的道，这就是成为服侍他的人所应该有职守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诗篇119篇这里后面有告诉我们再读一次来。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4到105，我们会背105节，对不对？但是104节所以告诉我们，如果那些假道，我们可以恨恶它，因为对我们没有益处，对社会没有帮助。在真理，在神的真道里面，我们却是要持守它哈。所以我人生的保障都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对吗？我们也宣告来，我人生的保障都在神的话语里。阿们，阿们，感谢主哈。牧师，我们这一趟10月7号到18号，我们走了德国以后，一大圈以后，我们18到23到荷兰去，然后23到29去到伦敦的地方哈。那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到英国伦敦的地方。我们去那里，我们搭欧洲之星的火车到伦敦潘恒宇我们的姐妹就在车站等我们。恒宇姐妹她离开台湾已经18年了，她大一的时候离开台湾，她小时候到大一都在永光教会，是我们一起看她长大的孩子。然后呢，她到法国去，刚到去法国，法语都不会她唯一会的就是音乐，神给她很有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才能恩赐，所以她在那里神就装备她，然后她在巴黎高等音乐学院毕业以后也读到硕士毕业，这个大学的硕士等于是世界音乐学院的博士学位了，所以他在英国有很好的工作，在交响乐团里面。后来他也到北京去，北京的大学的音乐，他也在那里教一段时间了。然后后来他觉得太累了，所以他把它辞掉。但是北京大学的还是留他的那个屋子宿舍东西都还放里面经过1-2年了，他说拍谁我都已经跟人说辞掉了，所以他最后今年5月把他的东西就清出来了，就要搬回英国去然后他要回英国的路段他觉得身体不是很好但是我要先说，我们到那里看见他的房子就很特别因为他是2年前买了这一间的房子，是124年的古董。你家有124年的酒吗？没有，对不对？这个是古屋但是他
就把所有的里面都卡掉哈，然后重新自己来帮他油漆，那是他的弟弟哈，然后呢，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去学3个月的室内设计，所以呢，他这个房子啊，他就自己设计，设计完以后，请工人来，就问工人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然后看着工人做，然后也跟着陪伴着这样做。然后工人回家，工人很贵啊，对不对？工人做一些以后，他就不请他，就自己做，所以他自己房子用了2年多哦，那他真的是超厉害的。你看地板都自己来后院也是哦，全部都是当时就是这样子然后你看这片的这个是什么？门板都是他自己做的，超厉害哈！哇，我说他不只是音乐家，还是室内设计家，他还工匠呢，他还是厨师哦。因为他大一之前在我们教会嘛我们有潘牧师有安排年轻人两个人来永光，来我们牧师馆住2天，跟我牧家生活营，让他们去经历牧家的生活然后吃饱饭要叫他洗碗，说我没有洗碗过呢你没有洗碗过，大一了你还没洗碗过？我妈妈说我是学音乐的，所以这个手不能乱动，也不能拿刀子我说哇，学音乐的这么我也要学音乐。当时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去他40分钟就煮一餐给我们吃，厉害吧？真的是超厉害哇！然后这个是现在他的情况你看他整理后，他自己动手以后，家具都自己买的自己安排对，那个桌子也是他订的等等的这一些然后呢，你看漂不漂亮？很漂亮，对不对？他这一台3角钢琴是数位的电子钢琴，数位的电子钢琴他9月买进来的时候，他身体刚好不舒服，但是他感谢主，因为他一个人住在这里，他在每天就因为有这个钢琴可以弹声音出来，所以他就每天敬拜神，他是过这样的一个挑战的生活但是这一台琴很特别因为这一台琴你只要音乐放进去，它的键盘会自动弹奏他就工人也不会帮他装你知道，上帝就派一个那个调音师去，帮他安装完成。你知道那个调音师是谁吗？就是我了我就去帮他重新安装好以后测试，再把他的音响拿来接音响出来所以因为他在交响乐团有很多的他们乐团的灌录的 CD， 他都没有办法听。然后我把它弄好以后，他就可以听他们的 CD。我放出来，哇，真的超世界顶级的乐团，真的好棒然后有 MIDI 的那个 CD 一放进去，钢琴就会开始自己弹奏。我就坐在那里看，这是我弹的，我还自己把它录起来哇，他很谢谢牧师，他说，牧师真的是他的天使帮他把这个都安装完成这样。那你知道吗？他9月的时候告诉牧师我们说他身体的情况。他身体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他觉得很气喘，所以去给医生检查，医生马上说：“你不行，这很危险的，因为他整个肺部都反白了。”哇！然后检查下去，他是胸腺癌，第几期？第3期，整个他的肺部照下去。右边的肺部照下去都是白色的，然后医生检查出来说：“
你这个是胸腺癌，不是肺腺哦，是胸腺癌的细胞把你整个肺部都包起来，所以你喘没有办法呼吸。但是你的肺部里面是好的，没问题的，哇！所以就是要对付胸腺癌。他说这是罕见的疾病，哇，这用药很昂贵的哦。他跟家人来了解以后说，如果回台湾医治100万起跳，他是法国人，所以他询问了法国的一些医院以后，他说多少钱？0元。并且他所有的这些需要的补品的东西，医院都免费提供哦。哇，0元！所以他在抉择的时候，到底我要回台湾？回台湾有亲戚有家人陪伴，在那里他是孤独的一个人。他去到法国医院的，他有过去10几年的法国的朋友、教会的朋友可以陪伴他，是 OK 的。最后他决定在那里。所以在9月底，我跟潘牧师在心想，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再去他那里？所以我们赖跟他说，那你觉得牧师还要再去那里吗？我们去可能也会打扰你的生活。他说，牧师，我非常的孤单，我为你们来祷告了很久，也知道你们来是对我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后来也就按着行程走。那我在台湾祷告，我说主啊，小雨现在的状况这样，我带什么东西去，他可能都不适合，因为他在吃的东西一定有特别的限制。那你说我可以带给他什么？圣灵告诉我，你就带着我对他的医治去吧。对。那潘牧师，我们都没有谈这件事情哦。潘牧师也跟圣灵说：“圣灵啊，如果10月18号、23号我们跟小鱼见面，你要我第一句话跟他说什么？”圣灵告诉他说：“你跟他说，你得医治了，阿们。你的病好了，你得医治了。”哇，我们就凭着这样的信心去哦。所以我们感谢主哈，23号我们晚上到他的家，很喜乐的我们梳洗一下，然后就休息。24号早上起来，他预备了早餐给我们吃。就在吃早餐的时候，他接到一通电话，是英国的医院的医生打电话给他。因为之前是英国的一位医生不会话语的，只会讲英文的医生告诉他他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他说：“如果有可以说法文的话，他会听得更清楚。”所以就有一位会法文的医生那天早上打给他，他用一个形容词，是用话语的形容词来告诉他什么呢？告诉他说：“你的病情的好转，就好像黑夜变为白昼一样。”阿们。他听了。好感动，他马上告诉我们，感谢神的痛哭流涕哈，哇，真的是，我感谢主，神给我们应许的绝不落空，阿们。神给我们的应许绝不落空，在他知道他病情的时候，潘牧师也特别让我们的信志长老跟他联络，也鼓励他，让他有信心走下去。这都是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在最危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扶持一个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极美好的见证，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去，因为这是他买的房子，我们称它为新房子。虽然是124年的，对不对？我们就在那里跟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也从远地来哈，我们4个人就为这个家献上感恩。那在祷告的时候，牧师为他这个家来祝福。我跟神说：“主啊，这个家要成为什么样的家？”圣灵告诉我，那是灵宫，那是灵宫。
我就把我所领受的意象跟小鱼讲，我说这是灵宫，他很感动。然后我更感动，告诉他说：对，因为你在这里献上你的敬拜，献上你的祷告，献上你的赞美，这就是灵宫，是神同在的地方。即使神同在，一切的黑暗权势都要离开，光明来，黑暗就走，这是理所当然的。神的同在，医治就带出来了。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他下个礼拜再过来这个礼拜还要打第4针的化疗，第4针，整个化疗过程，他说哇，感谢主，他都没有什么样的后遗症，所以这都是神的特别保守。不然的话，我们去那里也是麻烦，对不对？好，我还带了50个那个口罩去，想说跟他在一起都要完全用口罩隔离，对不对？我告诉各位，我们有带吗？最后都没带呢，都没带，因为我们相信神的同在。阿们。我没有带，因为神的同在。阿们。太棒了哈！我感谢主哈。所以圣经如何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并不打盹。诗篇121篇1到3节，这是我们的宣告。阿们。愿神帮助我们。好，牧师刚才就说了，感恩节要说感恩事，对不对？你预备好了，对不对？跟隔壁的找一个人，跟他分享你今年你觉得最感恩的一件事情，1分钟内要讲完，然后再换别人，换对方，好不好？好，现在来哦，就一个人找一个人来讲感恩事。阿们。来诉说神的恩典，就在这个时刻。牧师已经讲了小鱼的救，神的医治，神的大能，我们也在这里来诉说。阿们。神的恩典一定诉说不完，但我们数算的时候，就确认神跟我们同在，我们紧抓住神。既然我们紧抓住神，我们就相信神的作为继续会在我们身上来彰显。我相信我们不断的宣告，我们不断的宣告，因为我们的心中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的生命有他，有他的话语，就胜过一切。哈利路亚。好，每一个人都要讲哦。你有听到隔壁讲他的感恩的事情的，举手一下。已经有听到的，举手一下。哈利路亚。你有听到隔壁讲感恩的事情了？今天是感恩节，要说感恩的事，有听到了举手一下。有的人还没听到吗？还是还没讲完？哇，可能会讲不完哦。但不管怎么样，这恩典都会在我们当中不断的串流。阿们，阿们。你听到隔壁讲他的感恩的事，猛虎的，或者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的，你觉得你也要的举手一下。隔壁讲的你也要的举手一下。哈利路亚，那是加倍的双重的恩典在你身上咯。阿们。 OK， 我们起立，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回应神的话。一起来赞美他。我
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我们更深的来敬拜他。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心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等一下我们要来举行我们感恩节的奉献礼拜，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夹着感恩节的袋子，奉献袋子。我相信上个礼拜许多人就预备好，今天带来。如果你还没预备好，我们还要再唱副歌一次的时候，你预备好，我们要来到台前来将自己所预备的献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耳目也都要参与在这其中，好不好？我们在唱副歌的时候，我们来预备，把心献给神，是神最喜悦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哈利路亚！我们从副歌来唱的时候，来做最好的预备。然后我们先请我们的耳目，就直接可以来到台前，开始来奉献。奉献完的时候，从中间来，从两侧来，回到你的座位。来，我们从前。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
从中间来，然后从两侧回到我们的地方。从中间来哈，从中间一起来。我们在这里等候，由后面的开始，前面的先等候，没问题的哦。好，来，哈利路亚，感谢主。主，我们献上我们所预备的，愿你悦纳我们。我们也把我们的自己奉献给你，也把我们的家奉献给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谢谢你让我们更经历你是丰盛的主。谢谢你的恩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献上我们所预备的，这是你的心所摆上的，神喜悦，神悦纳，神也必按着他美好的旨意，继续在你的前程、你的家做美好的善工。我们相信这是主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才华和经历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完成你旨意。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再从头来唱。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我们举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我在这里举起我们的手来，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一切的感恩用我们的手、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声音来表达，到最极致、至高的赞美。哈利路亚。才华和经历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我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们举起手来，哈利路亚。愿我这一生
尊尊贵荣耀我们所爱戴的父神，感谢你，我们称你为阿爸的天父，我们尊崇你，因为你爱我们，把我们捧在你的手心上，你看我们每一个都是你的儿女，所以你把百般的恩赐预备给我们，当我们凭信心去支取的时候，你就喜乐的赐下来。你的奇妙的安排带领，让我们度过的这一年，虽然有风有浪，但是我们可以平静安稳在你里面，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让你喜悦。所以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所奉献的不仅是你台前的我们所预备的金钱，我们更把自己全人献给你。愿你透过圣灵感动充满恩膏我们，叫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出口。我们也把我们的家献给你，让我们的家每一天都成为赞美的祭坛，感恩的祭坛，有诗歌，有你的话语，有我们跟你的对话祷告，让我们的家成为圣洁的，是基督化的家庭。我们也把永光教会跟台湾所有的教会都献给你，因为台湾是属于你的，是要献给你的。你叫我们在地上，在台湾成为天国的大使馆，让我们在这里一切的作为都从你支取能力跟祝福，来祝福这地，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按着你美妙的安排旨意来成就。谢谢你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教会的消息，我们要请潘牧师来分享报告。哇，我们今天的感恩的奉献还继续有小猪出现哈，这些的小猪其实我们在这个小猪的奉献，我们是之前我们特别为建堂的奉献哈，所以我们还有没吃饱的小猪在楼上，可以带回家哈。没吃饱的那个可以跟我们的干事来拿这个小猪，然后还有一只大猪呢。哦，这是大猪公。那这个都看到我们弟兄姐妹是，即便每一天10块钱，然后这样也是神所悦纳的哈。感谢主，不管我们摆上的多少，出于甘心乐意的，神都特别的喜悦哈。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布置非常的美，对不对？这是我们豆豆有没有在这儿？豆豆，好来，豆豆呢？这是我们的豆豆执事，他带着团队哈。你的团队在哪里？跟你一起插花的，哇，跟他一起插所有的布置哈，非常的美。豆豆呢，他在礼拜5插完之后呢，然后他就 line 给牧师看，然后看他的布置的这个照片。那牧师看到我就吓一跳，为什么我吓一跳呢？因为我看到有渔网。那牧师呢，到了这3天4、5、6，到了石门水库那边有女宣大会的灵修会，牧师去专题演讲。那刚好在那里呢，有另外一个牧师呢，他的演讲就是请人，然后呢拿着渔网，然后上面也贴了很多鱼，就跟这个一样。我说怎么那么巧？刚好是一个应对印证，我就领受到的就是神要赐给我们教会得人如得鱼，阿们。在我们的需要上面，神要供应我们，让我们满载而归，阿们。感谢主。所以呢，礼拜结束后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小组
好，今天组长都带着组员来到前面奉献，所以呢，你们今天呢，等一下小组呢结束之后，可以在这里的拍一个美美的照，做一个感恩节的纪念。好，那另外我们看到教会开始有布置了，对不对？这是什么样的布置？你们感受到什么节快到了？圣诞节，然后外面的走道也有灯光，对不对？哇，那这一次的布置，那还没有完整哦，哈，还会楼上还会再布置。感谢神，我们的同工呢，他们布置这个呢，都是利用晚上下班的时间布置到凌晨1、2点，哈，是，所以我们的同工有在这吗？我们的建宏有在这吗？哇，建宏，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这是我们这一次整个圣诞节的布置的设计师哈，还有你的团队也请他站起来一下。哇，还有他的团队哦，都弄到1、2点的，哇，感谢主哈！呀，请坐，请坐。这一次呢，牧师请建宏，然后来设计。那建宏他是举办活动专门在设计这个场部的专家，啊，所以这一次呢，牧师就邀请他来，因为呢他参加成长班，然后就让牧师更认识他，说哇好。那你呢？要成长，先来学习这个布置。是，那他带着一个战战兢兢，然后哇，要为教会而布置。以前他都布置学校，好布置其他的公部门的那个景观。那这一次呢，他布置这个，所以他就非常的用心。牧师就跟他说：“你安排，然后呢，我就请我们牧区呢来安排时间，然后来帮助你来布置。”他说什么呢？周牧师要说吗？对。他说不用，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我就很害怕，以前我们都一堆人还布置不好，他说他一个人，他说这样也会麻烦大家。然后呢，他也觉得如果他一个人呢来做可能会比较快，要不然你们来了，你那个也不会，你那个不会，他要用很多时间在教你，那他就自己做就好了，因为他是专家了哈。后来他干脆就找他小组的人。所以都是志豪小组哈，还有建宏的老婆，她也要出来当秘书，所以他们就这样慢慢的完成哦，非常的棒。我们看到有没有非常的觉得很活泼？那个圣诞节的气氛已经带进来了，对不对？我们为这个布置，为我们的感恩节的布置，为我们的圣诞节的布置，我们拍掌，感谢神，也感谢他们哈。建宏其实他来我们教会不久哈，所以对教会啊这些不很了解，但是他布置是专家，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他就是他想到什么，他都会先赖给牧师看，说，牧师这个图腾可以不可以在教会用？有一些他觉得是 OK 的，但是牧师说，那个不能用哦，那个跟教会的那个信仰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就很清楚把这个做好。并且他在越做的时候就越有感动，然后呢，他就决定12月要受洗了。下个礼拜他要受洗了，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是神对他的感动。阿们。我们看到那些都是他手工做的，都是他这样割啦哈，然后那个志豪跟志成在那边帮忙，他们2个也不是做这个，所以有一点反应有点慢。建宏就看，这个要这样子切，这个都不会。不过他们的团队就这样建立起来，非常棒。组长带着组员，组员指导组长，非常的幸福。这就是教会。这就是信仰，哈哈！感谢主，神也挖宝，让我们教会有什么样的恩赐的人，你都起来，然后来说，跟牧师说，跟组长说，你也想要服侍神。但是我们要服侍神，一定要经过培育学校，一定要经过培育学校，这样让你能够有系列性、有系统性的来服侍神，让你是得着领受，而且更谦卑的敬畏神，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消息。好，那今天呢，这个礼拜呢，我们的导读主题是什么呢？圣餐。好，圣餐我们下个礼拜就要守圣餐了哈，所以我们要记得礼拜天一定都要回到教会里边来。你要再数算一下小组长，你的小组员数算一下你的羊有几只没有来。我今天看到好像有好几只的羊，好像是不是在家里睡觉，还是跑出去玩了？好，组长要把他们邀回来哈，要引导他们。好，所以呢，
来，我们来念一下圣餐饮言情。守圣餐是叫我们与基督联合，并借着他的身体与宝血得喂养与书写。好，所以我们要抄写我们的导读经文，加油哦！还有1个月哦，哈，还没有抄完的，赶快再补都来得及。好，接下来。今天感恩节，那好，来我们的这个来秀一下来，好，我们请我们的好，等一下呢，礼拜晚呢，在外面呢，我们可以一户哦，哈，不是1个人哦，一户领一份我们的永光的2025的月历，怎么跟台上这个布置的颜色很像，很搭，好，所以呢，一户。一份月历哦，结束的时候到后面能够来领，谢谢心怡。好，翻一下好了，翻一下。好，这里面呢，有我们这个都是台湾的景色，都是台湾的景色。特别这个是在哪里的象鼻岩？基隆哈。它这个听说已经消失了耶，感谢主哈哇。我们有上去过哎，对了，几年前我们去这边，然后我跟周牧师，然后结果周牧师就在这边呢，然后呢他的手他就照相都没有注意，然后走到那个海边就滑倒就跌到一个那个石头里面去，结果他的手就骨折，就是在这里，我现在想到了，所以现在神把他消灭了。哇，这个很美丽的，它旁边还是很漂亮的，像鼻眼，很像大象的鼻子哈。你看台湾这么美丽，我们要好好的爱台湾，为台湾祷告。好，再来呢，哇，这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好，这个是兰屿，这个我还没去。在哪里？那么漂亮，怎么那么像国外？这里，台东。好，我要找一个这个在哪里？太鲁阁现在可以去吗？现在就没有办法。今年的4月3号地震嘛，哈，是，所以神给我们永光的，不是永光，给我们台湾的，都是非常棒的一个景色哈。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到后面来领哈。好 ，OK， 好，谢谢。接下来。礼拜6有一个庆典活动哦，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来参加。这是中永和各个教会的联合的圣诞嘉年华，为的就是要让中永和地区的百姓能够认识圣诞节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哈，不是圣诞老人啦哈。好，所以呢，我们永光有配合，有我们的摊位，有我们的孩子要表演舞蹈，好，那我们在那边呢，我们会有祷告的服事，所以我们的同工需要有很多的人到那边来服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然后呢，大会呢，他们也有预备那个花车游行，所以动用了好多的教会，所以我们永光教会呢，就在我们教会离4号公园最近，所以呢。我们呢，当仁不让的，我们一定要来参加。然后呢，让整个场面呢有很多的人在那里，为了耶稣基督呢，然后大家在那里的一个欢庆哈。好，所以呢，礼拜6下午的几点？2点哈，2点在823广场哈。好，再来，好，下个礼拜是圣餐，是受洗的日子。我们这一次有很多人要受洗。真的是神的恩典大大浇灌在他们当中，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呢，我们都为这些的要受洗的人员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心，让他们身体各方面都得着神的保守。那要受洗的人，要转籍的人，我们都欢迎哈。那礼拜5晚上会有一个受洗前的说明跟基要真理的认识，所以呢，有受洗的这些的。弟兄姐妹，还有转籍的要委身在永光教会一起敬拜、一起服侍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呢，礼拜5晚上8点一定要来上这个基要真理跟认识永光的课程。好，再来，接下来
好，下个礼拜呢有小会。另外呢，今天请这一些的同工们把你们的事工计划还有预算表的电子档案交给我们的慧华干事，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所以还没有交的要赶快缴出来哈。我们在神的服事上面，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我们都是一步一脚印，并且呢，我们都把每一个小事忠心服事，阿们吗？所以既然神拣选你当首长，就是神看到在你的能力上面、恩赐上面必为神所喜悦，所以我们要按着我们的本分来尽忠职守，然后把这些该缴的档案能够缴出来，这个都要成为教会的历史。所以这些的同工首长们，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人，阿们。好，再来我们的幸福小组桌游呢，我们最近不断的在开展。那我们的同工呢，邀请很多的 base 哇，在幸福小组里边超幸福，然后欢笑声好大哈，真的是那个喜乐在我们的脸上洋溢着。所以整个小组每一个幸福小组，每一个桌游呢，都带来了很大的生命的眺望哈。而且我们的副长，这一次的副长都好赞，我们为这些的副长掌声。哇！在听你们诉说课程的时候，真的是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哈。而且牧师也访问了几个 base 的几个组员，他们都非常对我们的副长的这个课程的分享带桌游，真是赞赏有加哈，很棒。好，再来，好，那这是我们的其他的幸福小组哈，也有很多新人来到这当中。再来就是我们很快幸福小组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赶快带他们来到我们的圣诞手作，所以我们是一系列性的来引导他们，然后呢，让他们跟我们有更多的接触。这个就是我们的圣诞手作直觉幸福。好，上个礼拜呢，我们的铁三角同工都已经先体验先做了，他们会做，到时候我们场次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成为我们的桌长来协助我们。好，所以呢，他们做起来非常非常的。我觉得他们做得很棒。上个礼拜天有做的同工举手一下，都是干部们哈。好，你们做了这个鹿角蕨，有没有觉得很疗愈？有带回去？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花？它是真的，带回去有把它吊起来吗？有没有很美丽？哇，很棒哦，非常的棒哈。好，所以呢，还可不可以报名？有一些的场次还有名额的，你可以问我们的干事同工，还可以报名哦哈，还可以报名。哇，这个你在外面做不到的，而且自己做自己穿线，自己打钉子就像刚刚那个小鱼一样，现在换我们咯，自己打钉子哈，哇，很棒。好，再来，好，我们的干部核心同工哈，铁三角长职还有我们的乐团舞团，我们的儿牧老师我们的首长，在睽违6年大概5年没有办核心同工的灵修会。那我们定在明年的228跟3月1号，我们举办我们的恢复我们的同工灵修会哈。所以只有这些上面的同工呢能够报名参加哈。是，那什么时候报名截止呢？12月29。请我们的同工有报名资格的人，你一定要在29号之前报名，而且越快报名越好，因为现在饭店非常的难订。好，那我们会用 Google 表单让我们来报名。那我们报名呢，你还要再签上，到时候饭店呢，你要跟谁睡觉？好，你要跟谁睡觉？夫妻的当然就一起，然后呢，姐妹的，那你同组的人，你就可以自己填。你如果没有填，到时候呢，就是以我们的干事这边安排为主，所以你要填，那你要赶快填。所以12到12月29，我们就不再报名了哈，因为我们要回复。所以呢，成人是多少钱？只收2000元，其他的都教会补助哦。好，只收2000元。然后呢，在学的学生是1000元，好，1000元哈。当然教会就补更多。好，那也是鼓舞我们的同工来参加。那我们地点在哪里？在
埔里，然后在日月潭，在九族文化村，我们安排非常棒的活动，然后让我们的同工有很多在一起的时间哈。好，大家期待。好，再来。好，还有12月15号，我们的儿童牧区呢，他们有圣诞欢乐 party 他们要做餐盒，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12月15号，只有60个名额报名哦哈，所以呢要赶快报名要亲子哦哈。如果没有亲子的话，就不用报名这个哈。要爸爸妈妈你要带小孩，然后小孩是儿童的，不要小孩已经40岁了，你还带他去亲子哈。OK， 好，再来下一个。另外呢，我们的圣诞卡有没有写圣诞卡？写出去了。好，我们的圣诞卡，然后呢有我们的系列性的圣诞节的一个广告，所以我们要使用哈。然后我们的圣诞卡后面有我们的圣诞卡这一次呢，你一定要写圣诞卡，组长写给副小组长，副小组长写给守望者，大家彼此透过话语来彼此祝福。那组员也要彼此来互写哈，然后来祝福，要用手写哦，不要再打LINE了哈。好，用手写这很宝贵的。好，再来。12月7号全教会事工协调会，请这一些的同工干部们一定要参加，一定要参加。如果我们同工干部呢没有参加这个事工协调会，明年你就不晓得要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小组哈。好，再来。好，我们要订购那个清晨国度我们的 QT， 新的一年继续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话语里边来成长被浇灌。好，那继续为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吴凤燕长老娘，还有阿秀姐，还有嘉青，感谢主和嘉青呢打蚊子，然后呢那个肋骨呢不小心就断了几根哈，但是感谢主，他的恢复好快哦，而且他即便在打蚊子后这个肋骨断了，他还是一样照样可以在家里面做事情。哇，他真的是超人哦哈！是，然后现在呢，他手术之后，那很快就恢复，然后回到家里面，现在在家里面休养。他应该在看直播。嘉青，你真的很厉害哦！是，以后不要为了一只蚊子拼了命哦。好，所以呢，这个也是跟我们大家提。我现在看到蚊子，我都不敢要去追它。我打得到就好。好，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啊，同工的经验成为我们彼此的提醒。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是，好，也继续为他们来祷告。好，再来。好，那常常呢跟我们的教会的网站呢，然后连结，然后给我们有一些的留言哈。好，这样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新的朋友在这当中？好久不见的。看一下你的左右，你认识他？你叫得出他的名字吗 ？OK， 好像都很清楚哈。那等一下呢，我们有那个礼拜6嘉年华会的说明会、训练会，在这个好，所以我们就弟兄姐妹就有参加、有报名的留下来一下好。那我们现在要彼此的来祝福，好，我们要彼此来祝福。好，等一下，OK， 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我们的那个小会员他们哈自己出钱，然后为了要感谢，然后祝贺潘牧师很年轻的年龄的生日哈，60岁而已哈所以他们预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牧师，好不好？我们拍掌。这是我们的小会员，他们自己掏腰包来表达他们对牧师的爱哈。OK， 好，拍个照来。OK， 来。谢谢，我们谢谢小会员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彼此来祝福来。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来，要看旁边的人，大大的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大大感恩他，感恩有你真好。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感恩有你，感恩有你。你跟他说你是我的神队友。我们依然站立，请牧师周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有你，因为有你才有我们。阿们。也因为有我们，我们彼此相爱阿们，就看见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阿们。谢谢你过去1年的带领，我们把未来的1年交你手哈中利路亚，恩典满溢，满载而归阿们，是必然的结果。阿们。求圣灵引导我们，凭信心往前走，并且做美好的见阿证，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阿门，大家平安，感恩节，感恩有你，上帝赐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那我们在后面排队来领取我们的月历哦，哈 ，OK。我们小组呢可以来这边哈。